攀援。第63篇论心3。所有一切因缘都是从这颗心的浮动产生，没有这颗心，何来攀缘呢？有这颗心，才能攀缘外在的境。有心没缘攀，这颗心就回归清净；有缘没心，缘不会跑来攀心，因为缘生无实性，是器具，它没有知觉。有心有缘，才说缘觉。所谓缘觉，对于一切法，心里只有知道，我心里不着，心中一切无有。既然心里一切无有，心就跟大地一样，虽满地都是肮脏，或满地都是美好的东西，但大地的心里实是没有什么感受。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心如大地一样。假如我们的心没有保持这样，我们的心就是被污染。心里没有什么善，心里没有什么恶，心里清清白白的，但却是一切善恶通通知道，就是说我的心没有善恶。我们要能学到而达此境界，菩萨都是这样的。这个心在嘴就能言，在手能捉，在腿会奔，在耳闻声，在舌知味，在身能触，完全是这个心。因为烦恼的习气太浓厚，我们观心至心时，就观不进去，这叫观裂，因观裂，躁动不安定。我们明知道定慧双修是很好，但观心观不进去，因般若力量小，而无明烦恼力量大，所以遇到什么境，就转什么心。如果妄想纷纷的，调举心太重，就必须使劲用定来治调举妄动。定力要怎样用，使心不随缘，这就是以定治调举。所谓新道轻怕调举，老道轻怕昏沉。昏沉就要以真理来观空，来定空性，使空性现出来。空性就是智慧，亦有智慧，对一切就照见无惑，所以就没有昏沉。是这个心，若见缘性，即脱缘福。一切世间所有的东西，皆是从因缘生的，缘没有佛性。佛性是充虚空变法界，即云：如鱼在水，鸟在空。鸟在空中，无论怎样飞腾，怎样盘旋，总是离不开天空。而鱼如果
离开水就会死，那么缘无论怎样都在佛性里。既然离不开佛性，当然缘性即离不开佛性。但它能依佛性起作用，譬如佛性在耳，它就会听；在口，它就会言；在舌，它就会知味；在足，它就会奔；在手，能捉。手口舌耳足等都是缘，但与佛性合起来，这叫缘性，即见佛性。趣闻论心，跟各位大德共勉之。